大家好，我係 Ray。今次我哋就用緊 Samsung Galaxy S26 Ultra， 而家直接拍緊片同埋內建收音咪收音嘅。今次我哋最重點會睇佢嘅拍片效果同埋影相嘅效果，特別係今次主鏡頭、超廣角鏡同埋5倍遠焦鏡都係做到 8K 嘅拍攝。另外今次新加嘅 Horizontal Lock 嘅功能，可以好似而家畫面我哋見到啊，360度旋轉成個手機，佢始終輸出條片嘅時間都會保持住橫向或者直向嘅時間嘅一個水平參照，冇任何嘅變化嘅，呢個幾特別。另外人像嘅拍片模式同埋 4K10嘅拍片，2億像素嘅全像素輸出，我哋都係會完整去測試嘅。事不宜遲，我哋去片。而首先我哋整合今次相機嘅硬件同埋變化方面，主鏡頭係維持2億像素1/1.3寸嘅 sensor， 而不過鏡頭係用咗全新嘅設計，佢係由 f1.7 光圈增大去到 f1.4。低光拍攝嘅時候，穿過鏡頭達到去 sensor 上面嘅光線可以更加多，令到低光拍攝嘅進光量更加大。喺我哋較早之前嘅實測已經對比上一代啦，見到喺主鏡頭包括影相同埋拍片嘅時間，特別拍片啦，新一代嘅 Professional Engine 係可以令到低光拍攝、集訊控制啦，同埋整體畫面嘅色彩光亮度上面都有提升嘅。而今次我哋更加多唔同嘅場景，可以認證總結出，的確更加大嘅光圈係直接令到低光喺色彩嘅資訊量上增加，令到畫面係更加 sharp 同埋顏色層次豐富嘅。同時間係暗處嘅集訊控制非常之出色。咁相信係硬件同軟件同步嘅結合，因為今次除咗主鏡頭5000萬像素而5倍光學變焦嘅遠焦鏡頭，光圈亦都由上一代 f3.4 增大去到 f2.9。喺極致低光10倍變焦嘅時間，仍然喺高光位嘅層次同埋細節保留到嘅，而暗位亦都有足夠嘅光亮度，集訊亦都抑壓係一個相當可用嘅水準。另一個值得關注嘅細節係我哋有提及過 S24、S25 Ultra 都係應用一個標準嘅潛望式遠焦鏡頭。鏡頭嘅部分我哋會見到呈現一個長方形嘅效果。咁今次 S26 Ultra 係一個圓形嘅鏡片，實際上係用咗 All Lens on Prism 嘅設計，呈現到而家畫面見到一個圓形嘅光斑，對比普通或者過往嘅手機係個四方形嘅光斑。因為都屬於重要嘅技術改變，所以都值得我哋再一次整合。咁喺高光位置嘅光線折射嘅控制係可以明顯比上一代有提升。廢話少講啦，即刻開始今次嘅相機實拍效果同埋更加深度嘅功能操作。咁第一個部分關於拍片，我哋認證一下 S26 Ultra 嘅 8K 拍攝有冇實際獲得額外嘅細節嘅。S26 Ultra 係我哋試過咁多款手機裏面第一款擁有主鏡頭、遠焦鏡頭同埋超廣角鏡都有兼容 8K APV Lock 嘅拍攝。而關於 Lock 同埋原生嘅調色操作，我哋嘅影片最後部分會有仔細嘅教學操作。咁解像度方面，而家嘅圖表我哋可以直接比較佢哋裁切嘅比例啦。8K 會係 4K 解像度嘅4倍，而 4K 本身亦都係 1080p 全高清嘅4倍。好啦，我哋直接嘅對比喺同一個場景、同一個光線同埋影同一個物件嘅時間 ，8K 拍片同埋 4K 拍片原始大小嘅時間當然分別唔大啊，反而我哋放大2倍嘅時間，有留意到整體畫面嘅銳利度啦，同埋細節保留度有明顯嘅提升，特別係中流嘅位置，細節係明顯更加豐富嘅。同時間係留意到 S26 Ultra 嘅 8K 拍攝係去到成熟嘅階段啦，佢係能夠用 8K 拍攝而冇犧牲咗 HDR 或者係動態範圍嘅。好啦， 8K 拍攝喺大尺寸嘅熒幕當然係更加銳利啊！同時間佢每一秒每一格都係3300萬像素嘅一張高清嘅相片，而喺拍片嘅時間喺我哋嘅操作可以總結出大約去到2至3倍嘅後製裁切，亦都仍然有高嘅銳利度同埋高嘅可用度，提供到後製裁切更加大嘅創作空間嘅。喺拍片方面，可以總結出 S26 Ultra 今次主鏡頭、超廣角鏡同埋5倍嘅光學變焦鏡頭喺 8K 嘅拍攝上已經去到成熟嘅階段，實際上有獲得額外嘅細節，提供到我哋後製裁切嘅空間。同時間喺我哋嘅測試認證到 S26 Ultra 喺唔同場景嘅 8K 影片同埋 4K 片嘅直接對比啦。除咗我哋見到喺細節量上嘅提升，同時間留意到佢喺顏色呈現同埋動態範圍上冇因為 8K 嘅拍攝而犧牲嘅。
亦都相信除咗係相機嘅硬件，亦都係處理器嘅算力上嘅提升同埋軟件嘅進步，令到 8K 拍攝係一個實際應用之下穩定同埋可靠嘅一個模式，可以當成一個主要嘅拍攝模式嘅。唯一我哋有留意到嘅係3倍遠焦鏡頭1000萬像素嘅 sensor， 佢冇做到 8K 嘅拍攝。同時間喺低光嘅時間，我哋都有做咗一個對比。喺光源苛刻或者係光線唔夠嘅狀況之下， 8K 模式係冇為我哋帶嚟額外嘅細節。同時間雜訊控制方面 4K 模式反而會有 Pixel Binning 同埋 Professional Engine 嘅加持之下，能夠喺一個低光嘅畫面獲得咗一個更加乾淨低雜訊嘅畫面。頭先我哋一開始提及到喺畫面嘅暗處部分幾乎揾唔到雜訊嘅大光圈同埋新嘅算法相互作用之下嘅結果啦。另一個比較多依靠軟件方面嘅輔助係今次新加嘅，今次喺防手震模式裏面第3個嘅選項 Horizontal Lock。呢個功能喺而家手機嘅畫面入面見到，佢喺影片輸出之前實時拍攝嘅已經係能夠同步咁做到畫面嘅水平參照，始終咁保持住橫向開始拍片，佢就 keep 住打橫嘅。開始拍片嘅時間微小傾側咗手機，佢直接出嚟嘅片已經係直接幫我哋校正咗完全嘅垂直或者係完全嘅橫向。實際嘅操作相信未必會經常同我而家畫面一樣嘅，直接360度旋轉手機去拍片，但係可以咁做。相信呢個功能係能夠將手機拍片嘅操作門檻進一步去降低，任何人都係更加容易能夠拍到一個水平同埋係完全順滑嘅影片。而值得關注嘅係佢會用翻 2K 嘅解像度輸出，同埋佢有一定程度嘅畫面裁切嘅。如果想攞到最闊嘅視野同埋最高解像度，都係用翻正常自動模式同埋 8K 或者係 4K 嘅拍攝啦。咁而講到順滑嘅拍片，亦都有 4K 120。咁今次 S26 Ultra 係維持主鏡頭同埋超廣角鏡做到 4K 120，喺30 FPS 嘅放慢啦，就做到4倍嘅 4K 放慢嘅。OK， 除咗拍片，仲有影相。首先，我哋亦都驗證一下2億像素全像素輸出對比1200萬像素，到底實際上有冇獲得額外嘅細節。亦都係有唔同嘅場景，但係我哋都係同一時間影同一個物件、同一個光源嘅。喺日光足夠光源嘅場景之下，喺唔同嘅樣張，我哋都係可以驗證得到2億像素的確係有真實力嘅。咁 Samsung 嘅運算都係喺全像素輸出嘅時間係有非常之明顯咁對比1200萬像素啦，係提供到額外嘅細節嘅。特別喺呢一個雕塑嘅位置啦，對比原圖我哋而家係800% 嘅 crop in， 咁明顯細節係更加豐富嘅。同時間今次係有留意到 S26 Ultra 一代嘅處理器算法啦，佢係能夠喺2億像素輸出嘅時間，顏色呈現、動態範圍同埋佢整體嘅運算嘅風格，亦都係 keep 到同1200萬像素大致完全一樣。純粹係 file size 會變大，但係獲得額外嘅細節同埋解像度、額外嘅細節保留度。好啦，動態範圍同埋運算嘅可靠性上面，呢個比較苛刻嘅場景屬於一個背光嘅情況，可以總結出今次同 8K 拍片一樣，喺2億像素影相嘅時間，全像素輸出啦，都係能夠同1200萬像素全自動模式嘅時間達到一致嘅顏色呈現、動態範圍啦，包括係高光、藍天部分同埋雲層嘅層次細節，同時間喺暗處嘅位置都有一致嘅光亮度，而成張相係更加高嘅解像度，會明顯咁提升咗細節保留度嘅。畫面嘅任何一處都可以再做後期嘅裁切，變成另外嘅重新一張構圖嘅相片。喺一組對比圖，我哋可以再一次驗證喺顏色鮮豔嘅位置，佢哋都有一致嘅水準啦。而2億像素對比1200萬像素嘅細節量提升咧，而家畫面就可以完全係高下立見嘅。好啦，兩個模式嘅對比，我哋有清晰嘅結論啦。反而係實際嘅裁切比例上面，係呢一個距離嘅放大仍然有銳利嘅效果。同時間留意畫面嘅中間位置啦。反而 Samsung 喺主鏡頭應用2億像素，容許我哋先攞一個闊嘅視野，而後製嘅時間可以更加大程度嘅 crop in， 可以做到更加多唔同嘅後製構圖嘅。而至於低光嘅拍攝能力，我哋亦都驗證一下2億像素有冇實際對比1200萬像素喺光源唔係完全充足、室內嘅位置啦，光源光線有限嘅情況，喺今次嘅測試仍然可以睇到2億像素全像素輸出對比1200萬像素，實際仍然喺光線唔係完全充足嘅室內環境，仍然係有更加多嘅細節。好啦，留意畫面嘅中心位置，我哋都係做翻原圖同埋放大800% 嘅情況直接對比。咁除咗喺大螢幕或者大尺寸海報嘅沖曬之外，實際喺手機直接放大睇細節都係一個好好嘅記錄嘅。
好啦，極致嘅低光夜景嘅拍攝，我哋亦都有試過2億像素直接拍攝。佢喺應用長曝光夜景模式嘅時間係會自動用翻1200萬像素輸出嘅，就係一個1200萬像素嘅夜景模式拍攝。喺極致苛刻嘅低光，反而1200萬像素係有更加多嘅算法輔助啦。咁呢個比較高對比嘅場景暗處係有比較好嘅集訊抑壓，咁同時間高光位佢都有拉到細節翻嚟嘅。好啦，而跟住落嚟係遠焦鏡頭嘅實拍效果，而喺原生光學焦段全像素輸出，相信係比較少嘅算法或者係 AI 嘅介入之下，我哋可以驗證到遠焦鏡頭嘅真實力。對比1200萬像素，仍然我哋有觀察到有獲得額外嘅細節，而光線運算包括係高光嘅層次啦。暗處嘅光亮度都達到同自動模式一致嘅水準，反而我自己會比較推介喺超廣角鏡上面用翻5000萬像素全像素輸出嘅，咁一樣對比1200萬像素有可見喺細節保留度啦同埋銳利度上嘅提升，一樣嘅冇犧牲到光線顏色同埋 HDR 嘅動態範圍。咁遠焦鏡比較經常應用應該係自動模式再做10倍、20倍甚至到100倍 zoom 嘅，咁反而超廣角鏡可以用高解像度啦，獲得闊嘅視野，一樣啦，後製嘅時間有更加大嘅裁切空間。係啦，跟住落嚟係唔同場景嘅高倍數變焦，而第一組嘅測試，我哋由超廣角鏡到主鏡頭5倍、10倍、20、30，再一直到63倍嘅呢個。咁今次嘅主角本身係有比較豐富嘅細節同埋質感，我哋對比1倍原生嘅視野啦，咁絕對超出我哋肉眼可以見到嘅範圍。反而今次喺日光但係比較背光嘅狀況之下，我哋再做超廣角鏡主鏡頭5倍、10倍、30再到50倍嘅變焦。對比原本1倍嘅視野咧，咁而家畫面可以見到一個比較大嘅幅度嘅差距。好啦，低光嘅高倍數變焦方面，今次係室內啦，未去到完全夜景嘅，但係光線係比較冇咁充足嘅狀況，再做到10倍變焦，同原生1倍嘅時間視野。直接嘅對比，反而值得關注嘅會係今次遠焦鏡頭本身光圈有增加，同埋新一代嘅算法啦，令到畫面係的確會更加銳利，同埋集訊控制上面係有比較顯著嘅提升。重點再到苛刻嘅低光，有超廣角鏡主鏡頭嘅2倍無損變焦，5倍遠焦鏡頭原生嘅光學焦段，反而我哋留意到暗處同埋高光嘅位置啊，佢哋之間光線嘅處理同埋層次上面，同一時間喺暗處建築物嘅細節，同時間喺側邊高光嘅位置啦，都係可以保留到比較多嘅層次同埋細節。新一代嘅相機 ISP 明顯咧喺一個大對比嘅場景，同時間人係喺一個 shadows 嘅位置啦。人像本身係比較暗嘅，同時間係一個大對比，有極高光位置，亦都有一個完全純正黑色嘅星空位置。喺呢個未至於去到完全純黑嘅環境之下，我哋都有試過 Expert RAW 用到1分鐘嘅長曝光啦，同埋全自動模式。今次全自動模式其實已經可以做到喺高光嘅位置有將高光拉到翻嚟嘅，同時間人像嘅位置亦都係光亮。不過今次我將呢個 focus 嘅位置放咗喺後面星空嘅位置，咁亦都喺全張相嘅高光或者係暗處嘅位置有一個均衡嘅曝光，高光係冇爆光嘅，同時間暗處嘅細節亦都有比較多嘅呈現。好啦，另一個相信有機會係大家最關注嘅演唱會或者係舞台拍攝高倍數變焦，包括拍片，今次係增加去到25倍嘅數碼變焦，由上一代20倍嘅。咁當然實際嘅拍攝效果係最重要。好啦，咁我哋都直接挑戰佢嘅極限，而家係25倍喺低光舞台燈光嘅場景之下拍攝人像嘅數碼變焦嘅。咁實際嘅距離咧，而家已經係去到最盡嘅數碼變焦啦，可以得出結論係今次 Samsung 俾我哋 zoom 到嘅25倍咧，只要我哋可以拍到，實際出嚟嘅畫面亦都有一個合理嘅清晰度。對比原本嘅視野，係可以呢一個距離去拍攝到舞台上面表演者嘅五官輪廓嘅，咁都係一個清晰，而有目測到對比上一代嘅銳利度啦。銳利化嘅效果係再更加積極嘅，令到畫面整體嘅感官上會更加銳利。好啦，翻到戶外嘅拍攝，今次我哋嘅主角會係最近25倍 zoom 嘅時間，一個自然生態嘅拍攝。呢一個畫面就會係 S26 Ultra 最高數碼變焦倍數獲得嘅效果。3代大對決啦，同埋同其他手機之間嘅比較咧，密切關注啦。而喺影相方面，由超廣角鏡主鏡頭5倍、10倍，再到50倍嘅。反而影相喺新一代相機 ISP 嘅幫助之下，佢嘅銳利度啦，會比起頭先拍片更加高嘅，去到50倍嘅時間會睇到更加多嘅 detail。而最後一組測試就係100倍 zoom 嘅終極高倍數變焦測試嘅，一樣啦。我哋由超廣角鏡到主鏡頭5倍、10倍、20、30、50，最後100倍 zoom。咁喺我哋嘅測試 ，Samsung 嘅5000萬像素遠焦鏡頭，但係有一個5倍嘅光學變焦，115mm 嘅焦段，佢屬於第一等級嘅高倍數變焦嘅能力。
好啦，而今次拍攝反而最經常使用嘅會係超廣角鏡拍片或者係自拍影相啦。咁佢嘅畫質絕對會比起自拍前置鏡頭一定係更加好嘅。硬件方面有5000萬像素1/2.5寸嘅 sensor f1.9 光圈，有13mm 嘅視野，一個實力更加均衡嘅4鏡頭配置嘅，特別係主鏡頭啦、5倍嘅遠焦鏡同埋超廣角鏡。而喺呢度係用咗 Samsung 嘅 Object Eraser 去做咗行人或者係物件嘅移除嘅。咁喺上一代嘅測試其實已經係市面上我哋測試過數一數二最好嘅物件移除同埋質感嘅生成能力嘅。咁預期今一代都會繼續延續啦。咁而實際上嘅3代大對決都製作中嘅，密切關注。而超廣角鏡方面，今次嘅製作我哋亦都已經驗證咗5000萬像素輸出係會比起1200萬像素獲得額外嘅細節，同時間冇犧牲動態範圍嘅。而喺全自動模式輸出之下，亦都喺唔同嘅燈光場景啦、背光嘅場景都可以喺深色或者係黑色嘅冷衫上面唔同層次嘅色彩啦，佢都可以完整呈現嘅，喺暗處嘅位置。好啦，夜景用超廣角鏡有特別留意到係呢一個高對比嘅場景，高光嘅位置顏色係出到嘅，咁同時間反而喺暗處嘅位置，而家嘅畫面可以仔細咁睇到佢嘅雜訊控制的確係出色嘅，幾乎揾唔到任何嘅雜訊係超廣角鏡嘅苛刻低光場景嘅。咁超廣角鏡嘅 selfie 我哋睇咗大量啦，反而真係用翻人像模式去人像拍攝嘅時間，今次有3個鏡頭嘅支援，主鏡頭2倍係主鏡頭嘅無損變焦，3倍同埋5倍嘅變焦鏡都有支援嘅。咁首先我哋試一組大背光嘅場景，逆光嘅人像暗處部分係足夠光亮嘅，同時間今次有留意到顏色嘅色調啦，屬於再更加強調像真度啦，同埋貼近實物原色嘅。喺我哋嘅測試亦都有留意到佢嘅顏色飽和度冇刻意去提升，會保留到更加原本像真嘅色調。OK， 3倍遠焦鏡頭，咁人像距離手機會再更加遠，同埋本身人像佔畫面比例亦都唔多嘅，會係一個苛刻嘅側邊輪廓剪影嘅測試，邊緣運算係準確嘅，咁亦都係背景有比較複雜嘅線條同埋質感。5倍更加遠焦同埋大壓縮比嘅構圖啦，側邊嘅輪廓剪影亦都係完全成熟嘅，去到今一代已經。至於夜景人像上面，今次都有兼容到人像模式，再加上閃光燈嘅效果。喺呢一類型嘅夜景同埋背光有比較多五光十色嘅夜景啦，咁可以透過閃燈去達到一個更加均勻嘅膚色，同時間咧喺背景做到更加大嘅對比度。Before and after 嘅效果有閃燈冇閃燈啦，都係高下立見，即刻睇到分別。而長焦鏡嘅低光人像拍攝，今次大光圈的確係有令到長焦嘅低光人像拍攝係可以做到更加少雜訊，同埋畫面光亮啦，色彩都係更加鮮豔嘅。最後嘅部分會係 log 嘅拍攝同埋內建嘅調色功能嘅。咁 log 嘅拍攝首先喺而家畫面見到一個比較灰嘅效果，而佢係可以獲得到更加大嘅資訊量，包括係高光同埋暗處嘅細節啦。主要係後製嘅空間會比較大，咁而 8K 嘅 log 拍攝就喺主鏡頭、超廣角鏡同埋遠焦鏡都係擁有，而今次係第一次加入 APV log 嘅。咁背後嘅技術原理當然都係值得關注啦。反而係手機內建嘅軟件 ，Samsung 係有提供一個完整嘅成個 workflow 俾我哋喺手機上面容易咁去將我哋拍出嚟嘅 log 影片直接調校成一個我哋可以直接擺上 social media 嘅色域啦。同埋內建有5種唔同嘅色調，會喺冇犧牲原本光線嘅動態範圍同埋顏色嘅資訊量之下去做到唔同嘅色調。而實際上 Samsung 係有預留空間俾我哋匹配 LUT 之後，再喺唔同嘅 filter 疊加去匹配唔同嘅色調。OK， 咁而家係原本嘅 log 嘅色域啦，直接喺手機裏面簡單咁用咗預設嘅5個唔同嘅色調。而而家嘅畫面咧，我哋喺電腦係冇做任何嘅後期調色。OK， 呢個會係相對比較簡單，但係都可以獲得更加廣闊嘅動態範圍啦，同埋調色空間嘅。
再更加進階嘅操作，直接 Google Search Samsung 嘅 Galaxy Lock 已經係 Samsung 嘅官網啦，直接可以下載到佢哋嘅 Lookup Table。實際操作因應自己會用嘅鍵盤工具啦，主流嘅都有支援嘅。咁喺呢度建基喺頭先嘅5個色調啦，咁佢再每一個色調都再有3個唔同程度、唔同濃郁程度嘅色調選擇。再深度啦，喺電腦嘅調色，咁喺呢度就可以達到嘅。最後總結，同一時間實在太多嘅相同埋片，冇辦法全部放晒喺今次嘅製作。咁我哋重點要測試嘅功能同埋實際嘅拍攝效果都已經完整咁呈現。咁最後嘅部分有更加多用 S26 Ultra 8K 拍攝嘅效果。咁今次全個製作絕大部分用 S26 Ultra 拍嘅影片都係用 8K 嘅解像度輸出。整體總結，今次 S26 Ultra 嘅相機，我哋真係挑戰佢嘅拍攝終極實力。喺影相同埋拍片方面嘅全像素輸出，包括 8K 嘅拍片都已經去到高嘅成熟度啦。最高解像度等級都一樣係冇犧牲到顏色運算同埋光線 HDR 嘅動態範圍運算，同時間拍片嘅防手震亦都係達到一個高嘅可靠性嘅。獲得到額外嘅細節，而夜拍會比較建議用 4K 嘅拍攝，會獲得更加好嘅雜訊控制啦，同埋低光嘅表現。Log 嘅拍攝同埋直接 on device 可以簡單輕易，但係都有比較豐富嘅調整同埋彈性啦嘅調色。Samsung 嘅考慮得係周到嘅。咁而影相方面，我哋亦都有2億像素全像素輸出，或者係超廣角鏡遠焦鏡頭嘅全像素輸出。去到今一代嘅相機 ISP， 包括係拍片同埋影相都喺全像素輸出之下。喺我哋大量嘅實測可以總結，就係冇犧牲到顏色啦、光線同埋 HDR 嘅算法運算。喺有需要嘅狀況之下，影相同埋拍片都可以透過更加高嘅解像度啦，可以獲得額外嘅細節。而高倍數變焦包括係自然生態、城市建築同埋演唱會低光、舞台拍攝嘅人像高倍數變焦啦。影相同埋拍片低光嘅表現，全方向咧我哋都完整咁 cover 啦。希望大家中意嘅話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 嘅 channel， 有最新影片第一時間睇到嘅。下次再見。